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竹市长的选战。来看民众党的高虹安，伊迄位姓李的前助理，讲是伊的男朋友。这个兼职助理的争议还未解决，即摆阁互指控，讲伊咧做公职助理的同时，嘛伫咧永龄基金会上班，迄个薪水是悬价真无合理。讲一个月薪水50万，一年600万。洪质疑讲，这条是要互高虹安的政治现金，他替鸿海的利益来推动相关的立法，而且高虹安公务相关的资金，拢由这个助理来掌管，讲伊就是高虹安的大小鬼。高虹安针对这所有的质疑，再去到立法院质询的时阵，来回应讲，昨拢已经有解说了。谢谢。 对高虹安参加立委的报道，伊就是涉嫌占领公款的姓李的前助理，除了平面媒体有接到检举批，网红4千鸟嘛打出检举函，讲到姓李的前助理伫永龄基金会上班的时，年收入600万，其他的员工唔若对袂到，嘛远远超过伊的工作内容，怀疑被当作是高虹安的政治现金，故意着工会助理的身份，替鸿海集团找部会协商推动立法。 而且高虹安公务相关的资金拢是伊哩款，是高虹安是一个大小鬼。永龄基金会无回应，高虹安是认为讲。昨天收摊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反映了。无啥物加讲，伊讲是清清白白，抑过4000鸟有个提出疑点。2020年，将服务型机器人引进伊家己的办公室，伫遐翕相伫工作中运用。不过，这款机器人正是伊进前的公司鸿海所开发的。各专家伫立法院质询提出讲，爱发展服务型的机器人。干那这点，高虹安讲，伊无为鸿海私利推动任何立法的工作，恐惊有真侪民众未相信。